弟兄姐妹平安，周间信息题目巴杜苏干为主癫狂 Gima apa ai saantu sakit kawas 圣经哥林多后书5章13到14节。如果我们癫狂是为上帝，如果我们清醒是为你们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这样断定，一人既替众人时，众人就都死了。没有意向的人民就放肆，有意向的人会为主癫狂，单单为主而活。有一位门徒来到约瑟神父面前说：神父，我尽我所能谨守我小小的法则，小小的禁食，小小的祷告，我也尽我所能，努力清除我脑中邪恶的思想。现在我要做什么？约瑟神父站起来，向天伸出双手，他回答说：耶稣来正是要用圣灵与火为人施洗，为人被灵点燃，变成火焰，为主癫狂，为主的爱激励，为主而活，撇下一切跟随主，到任何主要他去的地方。英国的赋能人宣教士是伦敦皇家学院的学生。赋能人，他读的是工科，对数学工程都很有兴趣，也精通。他知道他学的东西在世界各处都很有出路，他就是这样的才华不俗。但他在大学里面对面的认识了基督耶稣，他的心奇妙地火热起来，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意象。他发现从前的喜好已被一种新的热情所掩盖。现在他遇见耶稣，耶稣的同在成为他心中真实的满足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因着你牺牲的爱，使我们明白真正的爱是什么。因着你的死与复活，使我们重新得到生命。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癫狂是为你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